從利未記嘅飲食律例看，從焦慮到感恩嘅醫治之路。利未記第11章44至40到45節，同埋17章11節，同埋利未記19章9到10節係今日主要嘅核心嘅經文。食物嘅焦慮，食物並非有罪，而係有區分。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想同大家去講一個嘅，我哋每日都會面對，但係亦都好少咧係帶入信仰裏邊去反思嘅一個題目，就係食物。容許我係描述一個嘅場景。你走入去一間書店裏邊，去呢個嘅健康飲食嘅一欄嗰個書架裏邊，隨手係拎一本暢銷嘅書籍。你揭開第3頁，就發現咧牛奶咧唔能夠飲；揭開第7頁，發覺飯咧又話有啲乜嘢嘅砷啊定乜嘢之類，又會有致癌或者乜嘢，就判定死刑。揭到第12頁咧，就發覺水果裏邊咧有果糖太多好高，又成為隱形殺手。咁咧你再冚埋呢本書嗰陣時候，就望住夜晚台上面嘅晚餐嘅菜飯，忽然咧諗起咗，哇！呢一個係一個暗藏嘅危機嚟嘅。食飯咧其實係好有危機嘅，所以飲食上面咧，今日就係我哋嘅題目。呢個唔係我杜撰嘅，係一個已經係被心理學家命名嘅一種嘅焦慮嘅症狀，叫做健康食物痴迷症。你有冇話呢個健康食物痴迷症咧？對於所謂正確飲食嗰種病態嘅執着你一食嗰陣，哎呀呢啲唔食得㗎，跟住哎呀呢啲肥膩啊，我呢隻即係有啲隔夜又唔得啊，呢啲菜啊呢啲咩好多呢啲嘅關於點樣飲食啊，呢啲膽固醇太高啊，唔好食肥豬肉啊，唔好食豬油啊。呢個被時代雜誌係評選為全球100位當中最有100位當中最有影響力嘅人物，就係美國飲食文化嘅作家麥可波倫。佢嘅影響其實好大啊！喺佢嘅著作當中，《食物無罪》揭穿咗營養學嘅神話，找回咗吃嘅樂趣。In Defense of Food， 即係個名就係為食物捍衞啦，有譯咗。咁咩 An Eaters of Manifesto， 咁咧就係呢個食者的宣言。咁呢本書已經絕咗版啦，即係一來好賣啦，二來咧就冇再版喎。咁裏邊咧一開頭就點出咗一個荒謬嘅悖論，就係美國人咧係全世界最關注營養飲食民族，同時又係飲食當中裏邊嘅健康最糟糕嘅民族之一。一個花咗係數十億美元去研究卡路里同埋脂肪維他命嘅國家，但係咧呢個國家裏邊嘅人咧肥得好緊要喎。呢個黐肥率同埋慢性病咧節節係攀升，好多用電動嗰啲輪椅喺街商場周圍去過，我哋即係見好多好肥得好緊要㗎，好犀利㗎。咁呢本書咧就係斷咗版啊，絕咗版食物無罪。弟兄姊妹，唔單止係一個嘅營養學問題，呢個而係一個屬靈上面嘅問題。對於食物有焦慮，其實咧係反映咗一個更深層次嘅係失序嘅問題。我哋已經忘記咗食物原本嘅意思嘅。但係聖經點樣睇食物咧？今日我哋翻到一卷書，基督徒咧覺得好悶，甚至係想跳過唔睇嘅一卷書，叫做利未記。好多人嘅印象裏面，利未記咧係好長嘅一段嘢，話唔好食乜，唔可食乜，不可以嘅清單，好多嘢唔可以做乜咁樣，係認為唔潔淨。譬如唔好食豬肉啦，唔可以食蝦啦，唔可以摸死屍啦，等等。咁咧佢係一個嘅古代裏邊嘅衞生手冊，睇嚟就好似，但係現代人咧有乜關係？關我咩事啫？我哋又食豬肉，又食豬紅啊，又食蝦，食埋龍蝦。但係當我哋仔細閱讀時，會發現一個係翻轉性嘅視覺，就喺利未記裏邊咧，食物從來都唔係有罪嘅一種嘅誘惑啊！會唔會你食錯嘢就哎呀我犯咗罪咁樣，係咪？而所講到嘅係要區分嘅一種嘅選擇。咩叫有區分咧？等我哋睇利未記第11章裏邊最後嘅説話：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就係呢卷書裏邊好中心嘅金句嘅經文啊！嚇請注意啊！呢個嘅上帝將呢個飲食條例同聖潔咧捆綁埋一齊，食乜嘢、點樣食、揀咩食，同聖潔有關係。呢度裏邊講嘅聖潔咧嘅希伯來文咧，就核嘅字呢個字咧，覺得書呢個字咧就係核心意義唔係道德嘅原理，而係被分別出嚟，即係分別為聖就咁而分別出嚟，就係從呢個混亂當中分別出嚟，或失序當中歸翻去完整。呢個人類學家咧。呢個嘅 Mary Douglas 就係瑪麗道格斯好有名嘅，就係佢係對呢個嘅利未記嘅研究嘅方面嘅一啲嘅貢獻。喺佢劃時代嘅著作裏邊，有《潔淨與危險》呢本書裏邊咧，
嘅潔淨 holiness 喺呢個希伯來嘅文化背景當中咧，係講一個完整性嘅意思。聖潔係代表完整和諧嘅意思啊！呢個係息息相關。呢個飲食嘅條例唔係讓人咧活喺恐懼同埋呢個嘅禁忌裏邊，唔可以做乜，唔可以食乜。喺以色列人嘅歷史嘅處境當中，呢個嘅飲食嘅區分同埋呢個周圍嘅列國嘅偶像係有密切嘅關係。食乜嘢同拜偶像係有關係嘅。咁咧，上帝嘅子民咧喺每日嘅最平常嘅飲食當中，可以活出同異教文化係截然不同嘅新聞。你發覺好多祭祀咧都係食物，都係拜偶像同食物有關嘅。呢一點裏邊，我哋最後咧就會有一段更深入嘅展開去討論。呢個杜拉斯裏邊咧喺利未記作為文學嘅一本書裏邊，進一步咧講呢個文學嘅結構，咁嘅表達呢啲嘅方式咧係一種嘅神學表達嘅，即係呢種嘅文學嘅表達有一種嘅象徵性嘅意義，唔係用字面上面咧去理解。呢個嘅舊約學嘅權威咧，就係你唔識佢咧好大有限嘅，叫做 Jacob Milgrom。佢咧就係研究呢個利未記3卷書呢個 Anchor Bible Commentary 裏邊咧嘅權威係影響利未記。佢話咧利未記將食物咧區分為潔淨不潔淨，唔單係為咗考量健康嘅問題或者衞生嘅問題，而係一套生命對抗死亡嘅一種嘅神學嘅象徵體系，係生命對抗死亡。敢食咧就會生存，敢食就會死，敢食咧就係唔健康。等我哋睇下呢段經文裏邊佢所講嘅第17章17節裏邊，因為食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為血裏有生命，所以能贖罪。血唔能夠吃嘅意思係咩咧？因為血代表生命，生命係屬於上帝。呢個係提醒，就係你真正去取一個生命來供養自己嘅生命嘅時間。呢個就係可以格羅姆咁講，Milgrom 咁講，你就係呢個規條裏邊目的咧，係讓人咧係取生命呢件事係保持常常去敬畏嘅一種態度。我見過一個喺叢林裏邊咧係求生嘅人咧，要殺一條蛇，然後咧係求生。佢想殺之前咧就先祈禱，感謝上帝賜一條蛇俾佢。不過佢要攞佢奪取呢個生命，以致佢喺叢林裏邊可以生存啦。每一頓飯都係牽涉到生命嘅犧牲嘅代價。咁我哋食嗰陣時唔會諗到，有隻豬、有隻牛、有隻雞，或者係甚至有隻咩植物喺度啊？係嘛？其實咧，我哋應該存敬畏嘅心，係嘛？係有一個食物，有一個生命死亡，我哋先至可以得以生存。弟兄姊妹，當你帶住呢種嘅意識坐喺餐前嘅時候，進食唔係只係生物性嘅燃料嘅補給，即係唔係入下油啊、充下電咁樣啊，充電咁簡單，係一種倫理道德抉擇啊！一係即係我要取你嘅性命，以致咧我可以供養我自己生存落去，係一場係對賜萬物生命嘅主嘅感恩嘅回應嚟嘅。嗱，你唔係一個純粹嘅消耗者，喺呢個地球猛咁消耗殺生啊，而係你係受造世界裏面其中一個嘅生命，犧牲一個生命就是救贖一個嘅基本嘅要求。上帝冇禁止係殺生，而且而係以敬畏咁樣知道上帝將食物賜俾你，你要帶住感恩嘅心嚟領受，因為上帝賜一個生命俾你，賜呢啲生命俾你，以致你可以生存落去。所以你們話吃白開，無論什麼做什麼，你都要為榮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書第10章31節。利未記俾現代人嘅飲食嘅焦慮解藥就係、是、你唔需要咧係恐懼食肉，哇好殘忍喎，應該食素先得。食素都殘忍喎，你要殺咗啲植物喎，係嘛？嗰啲嘅無害嘅或者禁忌嘅，你唔使擔心，而係你需要咧就係重新定位食物咧，其實上帝賜俾你嘅禮物嚟嘅，而係你係被邀請用敬畏同埋感謝嘅心嚟區分呢啲係乜嘢嚟嘅，係食得嘅唔食得嘅可唔可以食嘅，同埋點樣去領受要啲乜嘢嘢。最終我哋咧就係要區分嘅就係我呢個身體如同神嘅殿，我點樣看待我自己嘅身體咧？係嘛？第二。揭開嘅營養主義嘅面紗，當食物變成意識形態嘅一場嘅戰爭，有害嘅食物同埋食物帶罪。呢個嘅麥可波倫就喺《食物無罪食者宣言》裏邊係揭露咗呢個嘅驚人嘅歷史。19世紀美國裏邊有一批嘅好似先知嘅人被人稱為係健康嘅改革者。呢個嘅約翰哈維加洛醫生你有冇食加洛嗰啲麥片啊？
朝頭早咧成日以前嗰啲就倒，跟住有啲倒啲奶落去咁啊，啲西人就係呢個早餐嚟㗎嘛，早餐一定係有呢啲嘅加樂士麥片啊嗰啲咁樣，就推行極端嘅飲食療法，帶住好強烈嘅意識同埋宗教嘅動機，但係佢所講嘅卻係喺科學嘅根據上面係極其薄弱嘅。佢研製呢個麥片群諾嗰啲嘅最早嘅初衷，並非單純為咗係健康嘅，而係為咗要創造一種咧係冇味道、太味嘅、冇味嘅。咁後來啲人咪落啲奶啊、加糖啊、搞咁啊，認為容易消化嘅，但係從而係可以降低嗰啲病人嗰種激情或者性慾。但係喺抗拒呢個感官享受上面，佢亦都係認為咧辛辣啊、濃味啊嘅食物咧都會刺激神經，誘發呢個邪惡嘅慾念。第一，營養主義嘅奇蹟。嗱，如果食物係上帝所賜嘅禮物，咁你唔應該話邊啲食得，邊啲唔食物㗎噃。咁呢啲規條咩意思咧？為什麼我哋食得咁焦慮咧？哇！呢個好肥喎，因為食個蛋撻又唔得，食個肥豬肉呢個即係炆豬肉又唔得咁樣啊！因為已經過咗100年裏邊，食物咧都被奇蹟咗，呢種稱為咧係營養主義nutritionism 呢種嘅意識形態。真正嘅轉折發生咧，就係20世紀下半葉裏邊，1950年左右咧，就係一些科學家提出咗所謂咧係脂質假説 （lipid hypothesis），認為咧呢個脂肪同膽固醇咧，其實喺肉類同埋乳製品裏邊咧，即係全脂牛奶嗰啲咧，同埋肉類嗰啲肥油啊咁樣豬油啊咁樣，就係會引起心臟病增加嘅原因。1968年美國咧就訂立咗呢個參議營養與人類需要特別委員會。咁咧就喺1977年裏邊咧就發布咗美國飲食嘅目標嘅報告。咁咧委員會原意嘅建議美國人咧係減少肉類同埋乳製品嘅消耗，唔好食咁多肉或者係奶咁嘢。但係呢個委員會咧呢個嘅主席咧有麥高文參議員咧，本身就擁有農場同埋咧背後裏邊有強大呢個食物業嘅呢個嘅團體嘅遊説或者嘅影響之下咧，佢唔能夠坐視不理，於是咧佢不幸地咧就用將呢個措辭係更改，佢就改做係選擇減少攝取肉類同埋家禽魚類嘅飽和脂肪。弟兄姊妹要注意呢個措辭嘅轉變，就係我哋唔再討論食物，而係討論營養，就係營養素問題。呢個咩有冇營養？咁咧呢個嘅食物嘅論述裏邊就歷史成為一個歷史嘅轉折點。好多人咧就後來咧令到好多人不安嘅咧，就係呢個研究裏邊表明引起呢種嘅一種嘅脂肪假説，基本上就係建立一個薄弱嘅證據上面。食物當中嘅膽固醇同埋心臟病之間其實咧係冇關聯或者係極微嘅關聯嘅，即係你食脂肪或者膽固醇過高或者咩，同呢個心臟病係冇直接嘅關係。但係呢個嘅食物嘅工業裏邊咧係唔在乎，因為咧佢能夠咧係用喺呢場嘅營養素嘅革命裏邊咧係獲取呢個好巨大嘅利益。接落嚟嘅故事就係偽食物登場啦，所以喺超級市場嘅架上面聰明標榜咧就係低脂。嗱，如果你啲咩豆奶係低脂咁樣咁梗係冇嘅豆奶嘅低脂啊嘛，或者係零膽固醇係嘛，零膽固醇，譬如你喺樽水度標誌零膽固醇咁啊，咁或者添加奧米加3咁樣或者係麵包寫住高鈣咁樣呢種嘅加工產品。但蛋黃素同乳酪原本咧都好簡單嘅嘢，但係只有3種成分嘅簡單嘅食物，但係咧就塞咗好多一長連串嘅化學添加劑裏邊。咁咧又 E 又 A 又維他命乜咁樣，睇嚟好似更加營養喎。就係仿真造型嘅蛋糕即係你睇咁好腍嘅海綿嚟㗎係嘛？嗱，表面上睇嚟咧就好似傳統蛋糕，但係裏邊咧其實係其他嘢嚟，即係唔係蛋糕嚟，即係仿蛋糕嘅。咁波倫講得好呢啲東西不是食物，它是類似食物的食物物質，edible food-like substance， 食得嘅似食物的東西。與此同時，真正食物佢係悄悄地退化，隨着農業嘅工業化，食物經歷咗化學簡化嘅呢個過程。化學簡化過程為咗咧要延長保存限期，就加速呢個能量釋放。咁咧就所以種嗰啲穀物咧就基因改造，或者加咗好多其他嘢，變咗生得好快，整出嚟好快，又有麥，有小麥粉製粉穀物粉乜乜咁樣。而啲穀物係被精製，營養就被剝去，咁咧就。所以從小麥當中提取嘅白麵粉就係一個典型嘅例子。白麵粉咧比全麥嘅咧更加係細緻，保存得更耐，保存得好耐，因為基因改造或者係加咗其他化學嘢類，轉化成為葡萄糖嘅速度更加快。所以咧你一食嗰陣時咧就血糖飆高咁嘅嘢，咁你身體上面咧就
一時飆得太高嗰陣時會影響好大喎。所以啲人就建議你，如果食啲好甜嘅嘢，首先咧就食啲即係冇咁甜嘅嘢，即係食啲菜先，然後先再食甜品。唔好一開始就食甜品先啊，食完飯先食甜品，咁就會中和翻，同埋咧冇突然飆糖飆得咁高嘅。咁咧就呢個當中裏邊除咗有麩皮啦，就同埋嗰啲麥芽咧，都喺呢個過程裏邊種植或生產過程裏邊咧，呢啲嘅維生素咧就係被丟掉，即係冇咗呢啲嘅纖維嘢中和。如果係榨果汁嘅話咧，就一飲嗰陣時咧飆得好犀利㗎，呢啲血糖。咁樣所以唔好榨果汁啊，加咗連埋個皮，連埋裏邊慢慢食嗰啲纖維。所以咧，其實啲纖維好有用，唔會幫助你嗱保存得更久或者係個葡萄糖嘅速度啊，增葡萄糖轉化葡萄糖嘅速度增快係對身體影響嘅胰島素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咧，白麵包大量普及之後咧，呢個嘅麩皮啊同埋腳氣病咧，就因為咧呢個嘅纖維素缺乏嘢叫發病嘅隨之而嚟啦，亦增多咗。嗱，波倫咧就引用呢個研究，更指出呢個驚人嘅數字。今日咧，你要食3個蘋果先等於1940年代嘅1個蘋果嘅鐵質。即係如果蘋果有鐵質咧，你以前1940年食1個夠啦，而家你要食3個先代表1個。咁而家食物嘅外表冇分別，但係咧佢內涵裏邊咧已經掏空咗。咁樣一切咧，讓我哋係咪更健康咧？答案冇嘅。嗱，波倫就話俾我哋知道咧，就係低脂嘅產品係咪大量湧入市場？後咧就美國咧肥胖率同埋呢個糖尿病係急速嘅攀升。點解越低脂越食越肥啦？又因為咧呢個點解咧？因為咧喺呢個營養師建議之下，人咧用碳水化合物代替脂肪。其實脂肪好有益㗎，你知唔知？但係用碳水化合物就係用精製嘅碳水化合物，譬如白米吐司白麵條啊，各樣嘅蛋糕啊，其他嘢呢啲係食呢啲啊。長期攝取之後咧，就用血糖飆升，增加呢個脂肪增加脂肪嘅堆積同埋發炎嘅反應。你知唔知會成發炎啊？如果你有炎症，你應該減少食呢啲精製嘢。咁咧，同埋會干擾新陳代謝。如果你食完一個麵包之後咧，你頂住個胃咧，好耐都唔舒服嘅話，以後都唔好食嗰隻麵包或者嗰間店嘅麵包，嗰隻嘢消化唔到啊，或者食完之後都消化唔到，咁就呢啲係用咩製造咧？咁喺1930年裏邊嗰陣時候咧，牙醫咁咧叫做韋斯頓普萊斯咧，環遊世界，去咗北極、澳洲嘅各個嘅孤立嘅呢個族群裏邊，佢發現咗咧嗰度嗰啲嘅族群裏邊，如果維持咗一個本土嘅飲食，即係打隻雞翻嚟有食啊，淨係豬啊咁，全部都係本土飲食，即係冇加工嘅，全部新鮮嘅，又唔使冇得雪藏嘅，即係根本就打條魚翻嚟就食條魚㗎啦。咁佢唔會喺個海度人養緊㗎嘛。冇飲食嘅彼此同無論飲食咩習慣彼此唔同嘅，佢幾乎唔使睇牙醫喎。他們幾乎不需要牙科護理嘅。咁我哋而家牙科護理執笠都得啦，冇埋對攞籌啊。又點解？因為極少係罹患慢性疾病嘅，病都少啲嘅。所以係咪食得新鮮、食得係原始嘅，即係會病少啲？係真㗎。1980年裏邊營養研究員咧，克林奧迪啦，進行咗一個嘅更直接裏邊嘅實驗。佢邀請咧10個咧係經移居城市係適應咗西方飲食嘅澳洲嘅原住民嘅男性咧，係回到故土裏邊咧係喺嗰度住幾個禮拜。咁咧呢啲人咧本來喺城市裏邊係患咗有2型嘅糖尿病或者係三酸甘油脂過高嘅肥胖、高血壓等問題。咁咧就翻去自己嘅原住民嗰度住幾個禮拜，恢復傳統嘅飲食，即係食大自然嘅嘢，食種到嘅菜咁樣，自然而冇加工嘅食物，只係幾個禮拜嘅。幾個禮拜，所有人咧都達至健康嘅體重，同埋咧各樣嘅風險嘅指數咧都會大幅下降。有根據嘅可以查翻呢個 footnotes。弟兄姊妹，改變嘅唔係某一種嘅營養素，而係整個嘅飲食嘅方式。波倫咧就一針見血啦。營養主義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切割式嘅思維，就將食物從呢個食物嘅文化裏邊剝離，就將呢個食物嘅文化從整體嘅生活方式裏邊剝離。換言之，就即係本應喺文化上面或者社交或者享樂裏邊去飲食，簡化成為單純就係生物嘅燃料嘅消耗啊！即係食物為咗咧係消耗，即係身體冇電啊，要食啲嘢嚟。化學嘅成分嘅分析有啲 A、B、C、D、E， 我食晒 A、B、C、D、E 呢隻嘢咧就好啦。咁呢種嘅切割方式嘅思維，導致咗呢個優質營養素或者係劣質營養素簡單易分嘅呢種嘅思維，讓人咧無視含有營養食物嘅傳統食物。其實喺個傳統食物裏邊，亦都有佢個好處喺度，有個好處度。呢個恰恰係現在飲食人嘅焦慮嘅根源。
食乜嘢先至能夠好咧？咁先至覺得係好嘅食物咧？係咪食齋最好咧？定係食啲乜嘢？食雞肉係咪好過食豬肉咧？係咪食牛肉好過食豬肉咧？係咪？係將個簡單歸屬話食什麼，而忽略咗人生活嗰種嘅方式、工作壓力或整體嘅生態環境。第二，土地、生命、社群同埋上帝。利未記裏面飲食嘅觀點嚟睇咧，波倫強調我哋需要開始將食物視之為一種關係，而唔係一堆咧化學劑、化學嘅物品、化學元素或者營養單位。食物嘅健康取決於整個食物鏈。譬如咧，你個土地貧瘠咧，從當中你哋生出嚟嗰啲嘅植物咧，都係貧瘠嘅。如果食呢啲植物之後嘅動物或者人咧，都係一樣，都係會貧瘠嘅。咁咧，最終咧飲牛奶或者食肉嘅人都係一樣。個人嘅健康唔能夠係從整體嘅網絡嘅健康裏邊分開，係有息息相關嘅。因為美國嘅農夫詩人溫德爾貝瑞有一句説話一語道破，就話吃係一種嘅農業嘅行為。我哋怎樣吃，在大多程度上決定咗這個世界怎樣被使用。喺你利未記嘅視覺裏邊，亦係驚人嘅吻合嘅，就係、是、食物只係唔係為咗營養嘅集合啊，而係牽涉到生命㗎，整個世界嘅你哋點樣食啊？食咗成個世界，係嘛？土地、社群、群體同埋上帝。當我哋只係睇住呢個嘅營養食物表嚟食嘢嘅話咧，我哋係睇唔到咧孕育呢個食物嘅土地。個土地咁爛，你仲有啲咩食咧？睇唔到嗰度為你捨命嘅嗰隻動物，睇唔到上帝喺其中裏邊嘅恩典。第三，呢個營養主義嘅4個致命嘅偽裝就係迷失喺呢個營養素裏邊嘅迷霧當中。等我哋更加具體解拆呢個營養主義嘅問題。波倫咧歸納咗呢個嘅意識形態4個致命嘅前提。第一，營養素嘅中心論，認為食物只不過係營養素嘅集合。一隻蘋果，佢只不過係維他命 C 加呢個纖維，再加啲果糖嘅總和啫。但呢個嘅烏馬內多，呢個嘅哈佛醫學院裏邊嘅營養精神科嘅醫生喺佢嗰本書叫《This is Your Brain on Food》，大腦需要的幸福食物一書裏邊咧就講食物當中各種嘅成分嘅交互作用極其複雜，唔係單一嘅營養素補充劑咧，係往往係無法係複製到成個完整食物嘅效果。即係你唔可以淨係食維他命丸，食 A、B、C、D、E， 咁就係當食咗飯嘅。一個蘋果丸不只是它的成分表，專家就係依賴第二點依賴專家。第二點專家依賴就係波倫咧講一針見血，因為啲營養主義就好似一個宗教咁樣，我哋遵循住呢個自己咧根本讀唔識嗰啲嘅指令，讀唔明嘅指令，純粹咧要靠呢個科學祭司，即係呢啲嘅營養師咧嚟替我哋咧翻譯嗰種嘅神秘嘅營養嘅教條，每日攝取幾多嘅維生素 B12咧，鉀要係幾重要咧？人食嘅嘢就係為咗呢啲元素。我哋已經唔相信自己嘅身體同埋祖宗嗰一輩裏邊所傳下落嚟嘅食物嘅智慧，而係咧將呢個主權咧呢個權柄交俾每隔10年咧就翻轉一次結論嘅嗰啲專家。有一段時間呢啲人買起食呢個小麥草，甚至係買啲喺屋企種小麥草，種完之後自己食嗰啲小麥草。一時間又話食少番茄，番茄又話抗抑鬱、抗衰老又抗氧化、抗咩？一時又食藍莓，話對隻眼好啊，對啲乜嘢皮膚好。好多人咧都係話食地瓜，地瓜醫百病。跟住有一個人周遊列國去講，叫人食地瓜，即係食番薯；食苦瓜，苦瓜好啊。跟住又食西蘭花，跟住仲有啲好難食嗰啲，我食唔到，唔中意食嗰啲。羽衣甘藍啊，哇唔知係咩嚟嘅，硬到死點食啊？啲係佢特別有益又抗癌，唔知乜鬼。跟住有例如咧肉類方面就話，烏雞有益啊，烏龜都係啊，烏龜即係水魚啦。譬如話鱷魚啊，鱷魚毒仔，鱷魚肉。跟住魚翅有益啊，同燕窩差唔多。咁跟住蛇膽，蛇唔食，食咗個膽。虎骨咩虎皮咩酒紅掌食啲咩？咁呢啲好似有錢人先食到嗰啲咁嘅，又食鹿茸啊，又參啊，又食燕窩咁樣窮人食唔到呢啲啦。第三就係善惡二分法，營養主義永遠咧就係揾邊啲嘅係邪惡嘅營養素，邊啲係神聖嘅營養素。昨日咧脂肪咧就魔鬼，今日咧糖咧就魔鬼，明日咧係啲咩咧？其實糖都有分甘蔗糖同埋粟米糖，粟米糖就冇嘅，甘蔗糖就好嘅。粟米糖係基因改造出嚟嘅粟米就整出嚟㗎。
咁咧而家好多嘅甜嘅食品裏面，其實最平嘅都係用粟米糖啦。咁亦都或者有啲蛋白質，仲有好多嘅麩質嘅嘢，有啲人冇食麩質啊，又點樣好多嘅問題。嗱，波倫指出呢種嘅二元對立咧，蛋白質係對抗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咧對抗呢個嘅脂肪，將我哋嘅餐桌成為呢個道德審判用法嘅。一開庭嗰時，大家去審判啊，嘅食物邊啲係點樣啊？每一口食物都帶住罪疚感，唉，食埋今日，聽日唔食，最後呢一餐梅菜狗肉飯，聽日唔食啦。咁啊，而食品嘅工業咧樂見其成，因為咧每出現一個新嘅營養嘅問題嘅話咧，佢哋又研究第二種營養，有啲加啲咩營養落去，有啲缺乏啲乜嘢，佢哋更加有理由重新設計過一個新嘅包裝，設計咗種新嘅食物。聖經咧定明咧規定裏面脂肪同油係唔可以吃嘅，3章17節裏面利未記，因為咧呢個脂油咧就代表屬於神，係最豐富嘅精華，並且咧並非係用於日常飲食嘅健康，而係用於獻祭嘅。咁咧代表係對神明嘅尊崇。但喺古代猶太嘅文化裏邊咧，骨髓同肥油咧係動物當中最豐美嘅。骨髓肥油，哇！人佢食骨髓同埋肥油咧，你知唔知幾好啊？係咪？食油喎，係滋養部分，代表咧上好嘅食物㗎。如果你身體冇呢啲嘅油咧，好多個維他命都唔掂啊，都吸收唔到。嗱，呢個詩篇63篇裏邊，我在床上紀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念你，我的心就像飽足了的骨髓肥油。哇！食咗一餐骨髓肥油，你又幾飽足幾豐滿啊！我也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詩篇65篇第11節提到你嘅路徑咧都激滴下脂油，我哋唔好憎啲脂油啊嘛，因為你行個路徑都係滴滿咗神賜予嘅豐盛嘅脂油，形容咧神嘅恩典就像滋潤全地嘅油一樣。咁啊要高油你知唔知啲皮膚成日搽面搽手嗰啲乜都係油嚟嘅，即係食油產品一齊都要加價。好多油，我哋其實好需要油㗎，出邊搽油裏邊有，如果冇油真係唔掂啊，冇油啦嘛，冇油。油脂不只係熱量嘅來源，更係維持身體嘅機能嘅運作嘅必要性。咁呢個主一就係呢個嘅喺台灣嘅醫院裏邊嘅期刊裏邊發表嘅，咁樣可以大家睇下。第4，工具化嘅飲食，工具化飲食進食即係剩低一個嘅目的，就係維持身體嘅健康。嗱，我哋完全遺忘咗飲食當中嘅愉悅啊！文化同埋社群，波倫就認為咧，美國人咧越嚟越咧，只係一個人喺車上面咧食飯，買個飯盒啊，買個漢堡包咁樣，同埋話喺呢個辦公室前面咬一啖漢堡包，或者食一啖飯，跟住繼續喺度打字啊，就係睇下啲文件啊咁樣。進食咧變成咗一種咧，即係盡快完成嘅嘢，即係補充原料又入油快啲啦咁樣，係嘛？即係為咗追求科學化嘅飲食啊！我哋甚至咧犧牲咗脂肪，食物當中最令人愉悅嘅成分之一，佢將佢視為咧係毒素。然而咧呢種犧牲咧就犧牲咗樂趣嘅飲食嘅方式，並冇帶嚟咧任何顯著嘅健康嘅改善。利未記所提供俾我哋嘅視覺，弟兄姊妹聽到呢個問題喺邊度嗎？呢4個前提加起埋一齊，就將食物咧從一個禮物變成咧一個需要被科學征服嘅敵人。呢本書叫 Food and Faith。利未記所提供嘅視覺恰恰與整體上面嘅整合性裏邊，我哋會睇到呢個嘅杜克神學院裏邊嘅教授諾曼惠茲巴Norman Wiesba 裏邊咧，佢寫作嘅一本書叫《食物的信仰》（Food and Faith: A Theology of Eating）， 食物神學，強調食係一種嘅聖禮 （Sacrament Act）， 食原來係一種儀式嚟嘅。利未記裏邊食，我哋知道咧，唔係一食要獻祭咗，有5個祭，獻祭完先可以食，其中一種唔食得啫嘛，全部都係人神共享啊，同祭司一齊噶嘛。最好嘅部分其實係脂油同血㗎嚇。如果你分到嘅係脂油啦、骨髓啦，你知唔知中東地方嗰啲乾旱地方啲油係幾重要？成日要搽油喺個面㗎，點解爆拆口唇流血㗎？脂油好緊要，好重要，係嘛？即係脂油同血歸於上帝，其餘呢個祭司係呢個獻祭者係分享嘅。呢個係一場咧係共同嘅宴席，有上帝，有侍奉者，有敬拜者。進食咧呢一件事係關係性嘅，唔係即係工具性嘅，同係關係嘅食物有關係嘅，咪只係即係 function 嘅啫，係有關係，係重要嘅 relationship。呢個威茲巴進一步説咧，神學家佢話咧，當我哋帶著感恩同埋意識嚟領受食物時候，我哋嘅大腦咧就係從一個掠奪者嘅模式轉向一個領受者嘅模式。呢個唔係一個玄學，而係神經科學裏邊有根據嘅。當你咧喺進食嘅時間裏邊咧停低落嚟感恩，你又啟動咗呢個副交感神經系統，你個身體咧就係從呢種嘅戰鬥
係逃跑嘅緊張嘅狀態裏邊，轉入一種嘅休息同埋消化嘅安穩嘅狀態裏邊。但係你個胃酸咧分泌咧就會正常咗，呢個腸道嘅蠕動咧係恢復翻，消化咧嘅吸收咧都會改善咗。你咁緊張食龍肉都冇用啦，係咪？都係一係肚屙，一係胃痛，因為消化唔到滯住。所以感恩唔係只係一個屬靈嘅禮儀㗎，亦都係一個生理上面，即係身體上面嘅醫治啊！當我哋遵照呢個利未記裏邊係呢個嘅精神嚟講，帶咗啲敬畏同感恩嚟進食嘅話咧，就我哋嘅身體咧真的係會回應。所以咧感恩食飯咧唔係儀式咁簡單，係對我哋身體健康有幫助嘅。因為上帝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保羅喺呢度咧並非係否定食物重要性，而係否定咗嗰啲將食物變成為律法主義嘅武器嘅態度。上帝嘅國唔係在乎你食物上面嘅所焦慮嘅或者所計算嘅，而係在乎你飲食當中係咪活出公義同埋和平與喜樂。第四，回歸呢個聖經嘅智慧，分別真假食物同埋敬畏嘅飲食。既然咧呢個嘅營養嘅科學係不斷嘅變動，而利未記揭示咗原則上面歷久常新，我哋可以從呢個嘅當中提取具體嘅實際嘅智慧。波倫咧梳理咗呢個營養主義嘅種種問題之後咧，就俾我哋咧一個嘅其簡潔嘅結論，7個字，就係、吃食物別太多，以植物為主。7個字，當時咧係呢個係非常之重視嘅。咁當然啦，今日我哋就唔係可能有少少修正啦。聽起嚟都會令人發笑嘅。咁咧，因為當時太過嚴重，陷於呢個西方飲食裏邊嘅一個嘅問題嘅人咧係做唔到。首先咧，我哋要辨別乜嘢係真正食物先，咩係真食物，咩係假食物。波倫提出咗幾個非常之重要嘅法則。第一，曾祖母法則。因為叫曾祖母法則，即係別吃你曾祖母認不出的東西。即係你曾祖母、你阿嫲係認唔出嗰啲食物唔好食。想象一下，你嘅餐桌上面遞俾你嘅一條係便攜式擠壓嘅乳酪，就問問自己佢會唔會食咧？佢睇一個包裝就睇下裏邊嘅成分嘅 A、B、C、D、E， 話都唔知呢啲係乜嘢嚟嘅。如果你睇得太多呢啲唔知係乜嘢，你就唔好食啦。第二個法則就係5種成分法則。5種成分法則就係遠離成分超過5種嘅產品，即係有啲成分超過5種嘅，譬如雞蛋上都寫住有5種成分，咁你唔好食隻雞蛋。傳統麵包裏邊咧就咪就係咩咧？麵粉啊、酵母粉、水同鹽咯。嗰度裏邊加 A、B、C、D 啊，又蓋啊，又乜嘢蛋白，又乜乜啊咁樣。咁你唔好食啊！呢個麵包太多嘢，超過5種。今時裏邊嘅超市裏邊麵包咧，輕而易舉列出咗20種以上嘅成分。第3個法則咧仲加有趣。如果一種食物需要大聲話俾你知佢幾健康嘅，食咗幾叻嘅、幾精神嘅、幾勁嘅嗰啲，咁咧佢好大可能咧唔係真正食物嚟嘅。即係如果佢話自己食得好健康嗰啲，食得好勁啊、好叻啊、好犀利嗰啲咧，咁啊又可以增加記憶力啊、延長壽命啊、有抗癌啊嗰啲，咁你唔好食啦。呢個波倫提醒我哋，當呢個玉米油、羊芋片同埋呢個含糖嘅早餐麥片包裝裏邊吹噓自己幾健康嘅效應嘅時候，咁呢啲咧所謂嘅健康宣言咧，多數都唔可信。點樣吹自己嗰啲唔可信？真正嘅食物咧唔使咁多標籤嘅，係嘛？呢樣嘅法則就係話俾我知，利未記嘅精神咧係驚人地契合。利未記第11章列出啲咩可食的動物。上帝咧創造嘅同嘅原貌係一模一樣嘅。如果佢變咗樣嘅話咧，或者分蹄倒嚼，或者有鱗有刺，或者其他，即係呢個同原本嗰樣嘢唔同咗嘅。佢話俾你知呢個就係西瓜，或者菠蘿，或者呢個就係條就係魚嚟嘅。咁如果變咗樣嘅話咧，咁你唔好食啦，係嘛？呢種規條背後裏邊咧，受造物本來嘅同本來嘅面目咧係要受到尊重。上帝唔係一個嘅食物加工廠，佢所賜嘅食物完全係完整自然，係唔需要係被化學改造嘅。所以咧有啲嘅連防腐劑啊乜嘢都唔落嘅咧，即係你啲食物如果放2個禮拜就叫你好掉啦，嗰啲食物就好啊，因為佢會發毛啊、會爛啊、會咩嗰啲，咁就好啊。如果放成年都唔會爛嗰啲咧，你就唔好食啦。有啲餅咧，你放喺呢啲室溫上邊都唔會爛，可以放1年嗰啲，你都唔好食啦。上帝話俾你看啊，我將地上面一切你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面所有結的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食。1章29節創世記，上帝起初俾人嘅魚係完整嘅，係你認得出嘅食物。如果你認唔出咗呢條就係魚啊，咁你都唔好食啊。其次呢個嘅波倫特別係推薦你以植物為食物嘅基礎，尤其是係葉菜類啦。咁我哋食牛肉都得嘅，因為佢都係食草嘅啫，係嘛？佢唔好似豬咁啊，食雜食乜都食，你掟咩俾佢哋食咩㗎？或者嗰啲昆蟲啊，啲有啲嘅唔知咩動物咧，乜鬼都食嗰啲咧就唔好食啦。
嗰啲乜都食嗰啲，你就唔好食佢啦。我坦誠嘅就係，雖然咧科學對呢個植物咧係植物點解會健康咧？眾說紛紜，咁而家呢個植物都唔得啊，因為好多係基因改造或者用化學嘢培養啊去做，已經唔係我哋呢個時代更加要留意嘅。好多人都同意食植物咧對你好嘅，但係而家啲植物都未必係咁好啊，因為用基因改造或者化學嘢種植嘅植物對我哋嚟講咧係提供呢個抗氧化劑，提供我哋身體嘅幫助中和呢個毒素。你唔在意呢個完全你不意味到咧呢個完全不吃肉喺肉類所提供嘅呢個維生素 B12等，就難以從呢個植物當中咧獲取呢個嘅營養。但波倫提醒我哋咧，呢個動物處於咧動物鏈嘅頂端，喺呢個濃縮嘅營養嘅同時，亦都係濃縮嘅毒素。所以咧選擇吃草飼養嘅動物，你吃什麼取決於你吃的東西吃了什麼。You are what you eat is 叫口。同樣咧呢個道理適用於植物。土壤越健康，植物就越好啦。提姆斯貝克特Tim Sanders 教授研究佐證咗呢一點裏邊，佢建議咧攝取30種不同嘅植物，並且每日攝取咧呢個嘅發酵食物，係能增加腸道菌嘅多樣性所以食泡菜都係有營養㗎。呢個嘅波倫說講得啱啊，食物唔係一種一種嘅孤立嘅營養咧，唔係食一種藍莓素就係 A， 橙就係 C， 唔係咁樣計嘅，而係從土壤裏邊呢個腸道嘅生物鏈，任何一種嘅環節當中嘅退化，都會影響到所有其他嘅環節。利未記嘅精神就係一致嘅。利未記咧唔僅係飲食嘅律，還有土地律。話安息年嘅時間咧，要讓土地去喘息。利未記25章3到4節。收割嘅時候要留低田角俾窮人同埋寄居人。利未記19章9到10節。飲食喺利未記嚟講，從來都唔係一個個人嘅事情，係涉及整個嘅生態環境同社群嘅健康。你飲食嘅健康唔應該建立喺別人嘅飢餓上面，亦都唔應該建立喺呢個土地嘅掠奪上面，搞到個地爛咗以後做唔到嘢。最後改變你係進食嘅方式。波倫提醒我哋規矩地吃正餐，少吃零食。如果負擔得起，就為你食物付多一點錢，買有機嘅，買健康嘅，買少改造基因嘅，食少一點優先考慮嘅質量而非數量，食好啲，唔係食多啲唔係食多啲。因為咧食物越好嘅話，你就需要嘅量咧就越少，食一少少就夠。啲食得多都冇用啦。自己時間花時間做飯，呢個就脫離加工食品係最直接嘅方法。咁啊自己食。食沙律再直情煮都唔使煮，一食晒落去。做飯嘅過程本身就係延伸咗食物嘅體驗。呢個嘅誘人嘅香氣，去偷偷試味，逐漸建立咗呢種嘅期待感。你知唔知啊？好似煮個菜出嚟係一種藝術嚟嘅，做出嚟今次做得好唔好咧？係咪一種藝術嚟嘅？即係享受嘅呢個嘅做飯嘅煮食物嘅過程，並且期待咧更能夠真正欣賞最後端上桌上嘅嗰道嘅菜要抹乾淨呢個嘅碗碟邊然後上菜，然後咧同別人一齊食餐，慢慢食，享受食物同埋傾談，同伴用餐，唔單止係進食成為一種文化同埋社會嘅結連，仲加能夠自然地讓你食得更少、更慢、更享受。波倫咁講，沒有什麼比自己做飯與人同桌更加傳統了。你嘅曾祖母一定係同意。事實上面呢個就係呢個嘅利未記裏面呢個嘅祭司制度所展現出嘅圖畫。第一，平安祭，利未記裏面7章11到18節裏邊，獻祭者並非將呢個嘅祭牲全部燒在壇上，而係將脂油同埋血歸於上帝。其餘嘅祭肉係由獻祭者同埋係祭司同埋家人咧一齊享用嘅。咁咧呢種嘅平安祭咧嘅高潮咧唔係燒到個祭嘅時候即係啲人嘅數目唔係做高潮，高潮咧就掃墓完之後食嗰一餐，或者係食嗰啲大家分燒肉分雞分嗰啲。而家同桌食飯裏面，上帝得咗嘅個份，人咧如果彼此得嘅份，神我加呢個嘅上恩用將呢個嘅共同嘅飲食描述為一個核心嘅靈性嘅操練 （spiritual practice），認為咧感恩分享同節制係基督徒飲食嘅倫理嘅三根支柱。弟兄姊妹，利未記嘅飲食從來都唔係一個個人嘅事，佢牽涉到係你同上帝、同家人、同埋群體、同埋土地世界嘅問題。第五，聖潔嘅飲食同埋全人嘅醫治。弟兄姊妹，讓我哋咧到今日嘅信息最後嘅一段，
前面咧我哋已經揭示咗呢個嘅營養主義同埋嘅面紗，已經從波倫嘅研究裏邊揾到吃食物別太多，以食物為主嘅實踐嘅智慧。現在咧我哋再深入裏邊回到呢個利未記問一個核心問題：食物律法嘅終極目的到底是什麼？然後咧呢個目的點樣指引我哋今日嘅飲食，走向聖潔同埋全人嘅醫治？第一，食物嘅律法嘅真正目的係從偶像嘅敬拜當中分別出嚟。呢個米爾格羅姆裏邊將呢個潔淨同不潔淨嚟區分，就係生命同死亡。凡係死亡就係衰微嘅相關聯啦，被歸類就係不潔淨；而展現完整嘅生命嘅話咧，就係歸類為潔淨。呢種嘅區分咧係functional 嘅 purpose 嘅。點解咧？就係超越咗衞生啦，唔係只係講衞生，而係超越咗秩序咯，而係一種嘅身份嘅塑造。舊約嘅波登係溫約翰咧，咁咧佢講喺注釋書裏邊話，飲食當中核心嘅功能係要每日每餐提醒以色列人，你係屬於耶和華的民。必須係同周圍嘅列國異教嘅教信仰劃分界線。喺古代近東裏面，食物同敬拜係密不可分嘅。迦南人嘅祭祀嘅筵席，或者係埃及人嘅喪禮食物，巴比倫獻俾馬爾杜督嘅祭品，而異教裏邊嘅異教儀式都係以食物為核心嘅。與偶像同桌食飯就係呢個嘅用偶像咧係立約。以色列咧每次選擇係食什麼係唔食乜嘢，就係最日常裏邊嘅行為宣告，我唔屬於巴力嘅，我係屬於耶和華。咁證明咧當時所唔好食嗰啲嘢咧係同拜偶像有關係。利未記嘅食物咧嘅律法嘅精華今日放喺今日裏邊講，其實呼召我哋咧對呢啲嘅現代嘅偶像咧係要分別出嚟，重新以敬拜上帝、信靠上帝嘅態度嚟面對食物。第二，區分嘅飲食帶嚟咗全人嘅醫治，從呢個嘅恐懼嘅禁忌到主動嘅防衛。咁具體嚟講，現代人點做咧？就係呢個利未記嘅飲食嘅律例當中，上帝唔單止話俾以色列人不可吃什麼，而更話俾佢主動選擇食乜嘢。每一餐裏邊咧都有一種嘅意識嘅決定，呢種精神就係今日嘅醫學嘅前沿得到一個嘅驚人嘅呼應，同今日嘅醫學有一個嘅呼應嘅地方。咁哈佛呢個嘅大學嘅博士叫李惠倫啦，咁咧就一個嘅著作叫《逆轉疾病的科學食療聖經》，實際唔係聖經嚟嘅，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可以奉為聖經咁嘅即係代表嘅啫。咁呢個嘅好出名嘅哈佛大學嘅醫學博士咧，佢揭示俾我哋身體當中有5個系統，就係血管新生，第二就係細胞再生，第3就係腸道微生物體。第4 DNA 防護，第5咧就係免疫系統。呢5個系統咧就係使到我哋身體維持一個嘅動態平衡嘅狀態，而喺日常飲食可以咧係活化佢哋咧，咁咧我哋就可以咧係可以活化佢哋，又或者咧我哋可以摧毀佢哋嘅。咁咧弟兄姊妹，呢個意味住咩？飲食裏邊嘅天然成分能夠被身體吸收，並且啟動呢個防禦機制。梁波倫嘅講法就係一個完整嘅食物遠不只係營養素嘅集合。咁咧，基於呢個研究裏邊，佢嗰本書裏邊咧就會係提供咗一個極簡單嘅5乘5嘅飲食架構。第一個5係咩咧？就係認識你身體5大嘅防衛機制：血管新生、再生、微生物體、DNA 防衛同埋免疫力呢5個系統。第二個5就係咩？每天從科學嘅實證嘅食物嘅清單。咁咧，佢喺嗰本書第13章又列出好多嘅。咁咧，我選擇咗呢個5種你所喜愛的食物，每人常食日常飲食裏邊每一種食物至少咧係支持一個系統嘅，即係每日日常飲食裏邊，譬如咧番茄、藍莓、綠茶、櫻桃、三文魚就支持呢個血管防衛嘅，黑朱古力、橄欖油、核桃就支持細胞再生，乳酪、泡菜、發酵食品同埋呢個高纖維嘅蔬菜果物係維護腸物嘅微生物體，深綠色嘅葉菜、薑黃、咖啡係呢個嘅保護呢個 DNA， 大蒜、蘑菇、芹菜、雞肉係藍莓提升免疫力。第3個5咧就係利用每天5個進食嘅時間，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晚間點心嚟食呢啲嘅食物。各位弟兄姊妹請留意呢個架構嘅精神，佢唔係叫你
不可以吃什麼，而係叫你主動選擇吃什麼。讓好嘅選擇多過壞嘅選擇。李維倫博士話：如果你每天選擇5種好嘅食物，一個禮拜裏邊就有35種，一年裏邊咧有1820個健康嘅選擇。即使偶然食咗嗰啲唔健康嘅食物，你仍然咧有95%正面嘅選擇為你嘅健康存款。第三，最後一點就係有區分嘅飲食引向敬虔嘅生活。你身體係一個居所，你嘅餐桌係聖壇，豈不知你身體是聖靈的殿嗎？哥林多前書第6章。保羅講你身體係聖靈嘅殿啦。利未記整卷書都教導以色列人咧點樣係維護呢個聖殿嘅潔淨，乜嘢可以入去，乜嘢係唔可以入呢個聖殿，點樣保持潔淨。弟兄姊妹，你個身體其實就係嗰個聖所，你嘅餐桌就係聖壇，你每日食入去嘅就係允許你進入嘅聖壇裏邊嘅獻祭。咁呢本書就係 Body Keeps Score，呢個係譯咗嘅中文㗎。醫治嘅道路係雙向嘅。嗱，如果呢個係創傷可以透過身體嚟表達，咁樣醫治亦都係透過身體嚟啟動啊！內多醫生裏邊嘅研究就證實咗，調整食物嘅結構特別咧，增加抗發炎嘅食物，減少超加工嘅食物，本身就係一種強大心理輔導嘅策略。正係呢個利未記所追求嘅，唔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碎片式嘅修補，而係咧將人咧帶回咗上帝所設計嘅秩序裏邊。呢個威茲巴所講嘅就係醫治嘅本身就係一種關係嘅恢復。當我哋重新同食物嘅來源連結，同土地、農夫同埋嗰隻動物，同一切背後嘅同埋呢個創造主，咁我哋嘅焦慮嘅心靈先至會真正得到安息。當我哋願意喺自己嘅餐桌裏邊係為他人咧係挪移出一個位置，食物咧就唔單止係禮物，更加係一種嘅聯繫嘅橋梁。所以最後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具體邀請大家喺結束今日嘅信息裏邊要留意嘅就係今日開始每日喺你嘅一次嘅餐桌前面，俾自己30秒鐘，唔係睇手機，唔係趕時間，睇一睇你嘅食物，聞一聞佢嘅味道，然後咧就做一次係呼吸，深入嘅呼吸，深呼吸，就對上帝講：主啊，感謝你，呢個食物咧係你嘅禮物，我嘅身體係你嘅殿，幫助我帶住敬畏同埋感恩嚟領受。讓我一齊起立，同心禱告。